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好，咱做伙起立，伫遮来学来敬拜咱的主。今仔日开始是正月到日受难周。咱因为耶稣互咱的生命搁较有五望哦，所以手招来。主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我要用水度来学到你，你的主爱比生命较，主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我要用水度来学到你，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奉主的生命来举起双手，奉主的生命来举起双手，我要用嘴度来学到你，用主生命来举起双手。主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我要用嘴度来学到你，你的主爱比生命较好。感谢主吼，因为主为咱付上代价，所以咱今仔日敢会徛伫遮学落来敬拜吼。咱做伙来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来。上主安尼讲，唔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事件，唔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特别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惊唔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我要认我的罪恶，为着我的罪忧闷。上主啊，唔通放杀我，我的上帝啊，唔通离开我远远。前行后队的群众话讲，大必的囝何山啊！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至权的上帝何山那。咱要正月到伫这个受难周哦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有人抱亚樟树枝抱衫画啥物？何山那，何山那，奉主名来应该受称赞但是过无偌久安定义伫安怎？较定的安尼哇！所以人的情绪起伏足大，你知吼？所以咱求主来帮助咱，有主的话来稳定咱的情绪哦。咱来感谢伊是慈悲安慰咱，是阮赦免，还有拯救咱脱离一切患难。恳求主来帮助咱，互咱能认咱的罪，无隐瞒咱的歹，咱就会通得到赦免哦。求主来帮助咱，特别正月到受难周的时阵，咱搁一遍用求圣神来提醒咱，咱开声来祈祷，咱做伙开嘴来甲主学了感谢。阿利路亚，主，阮学了感谢你，因为你是阮所，你家己听阮听到愿意用家己的生命为着阮来付上代价。伫这受难周的中间，阮来少念你对阮的听。你无离开阮，无弃杀阮，无毋明，无看阮。主啊，愿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伫遮伫疫情
会成阮的中间，阮有缘伫遮来学乐来敬拜，阮的心无惊吓。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伫阮遐做罪人的时，你着想想阮救恩，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阮。今日阮纪念耶稣基督为着阮受难的即个礼拜，愿主你的圣神来感动阮，互阮知影安怎为着阮家己的软弱来承认。也你的救恩、你的拯救、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临到伫敬畏你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也这请坐。咱要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咱做伙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伊对上主讲，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是我所倚靠的上帝。你免惊迷时的恐怖，也是日时射来的箭，嘛毋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也是日中昼毁灭人的毒症。哦，这段圣经都在讲针啊，这疫情对无？哦，所以咱毋免惊哦，因为主诚做咱的避难所，对无？诚做咱的山寨，咱的堡垒。所以兄弟姊妹，你会通将你的这个担忧的事、看路的事、操烦的事，甲耶稣讲交互伊所以咱求上帝来帮助咱，然后这几方面有需要，甲你祝福祈祷的求主来帮助恁有需要，你会当徛起，还是坐伫咱的位置邀请讲耶稣啊，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做我思想，做我感情、意志、身躯的主手欢的对无爽快，用奉主的名来祝福、医治、来供应咱会通安尼做，是你会通徛起来，咱做伙来祈祷恁有需要来同工长老为你来祝福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你是阮宝座前来恳求你怜悯，恳求你医治，恳求你来供应、帮助。你知影阮兄弟姊妹的软弱、病痛、心情的郁卒，愿主你来捆绑一切的这个烦恼、这个看路离开，祝你的平安，你所要福愿的安息，临到伫阮的心内。主啊，阮惊吓这个瘟疫、这个病毒，所以主你的话甲阮讲，毋免惊，因为你是诚做阮避难的所在。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你的话伫几千年前已经伫遮咧帮助阮，互迄个世代甲即个世代，阮用靠主的话来宣告，你是阮避难的所在，你是阮的山寨，你是固守阮，会通面对这黑暗的关系、中昼的病毒。阮的心，你知影阮担忧惊吓，求你除去这不安、操烦、郁闷，互阮的心会通得到自由，互阮的心会通得到透放。互阮会通注意来到你面前，大大向你来开嘴。你的恩典、你的医治、你的供应，甲你的启示，就临到伫敬畏你的人中间，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最后，咱要为着主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我的嘴唇要上赞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所以伫遮你会通用这段来做你的祈祷，讲主啊，我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我要来上赞你得看见经历咱为着主的礼拜来祈祷，为着牧者，为着遮所有的团队，咱今仔来有法觉讲，哇，我的平时位置找无啦所以伫这2个月中可能较不便总是你今仔头一遍找看觅啦，找着若毋知，
甲同工讲者吼，这数字还袂换啦吼。求上帝帮咱伫这不便中间，咱是为着安怎？为着2个月后，更较好的场所，咱会通伫遮来学了来敬拜，还个来交易吼。所以咱小体谅者啦吼，伫这不便的中间，咱三体祈祷。所以伫遮咱也为着总会大众传播主日来祈祷吼。透过这个媒体，要怎互人更较认捌上帝恩典。下晡嘛有真侪遮个活动训练等等遮吼。求上帝来说，互每一个遮个活动、遮个事工，拢就是要荣耀上帝，互人得到利益。咱也为着宣教基金，教会设立这个宣教基金，为着偏远的所在的遮个宣教的需要，为着有心的献身，成做上帝册用的工人，因为有你的奉献，会通提供，会通祝福，会通支持，或者个福音事工。无论伫啥物所在，拢会通安怎诚心来运行，来祝福更较济毋捌听见福音的人。所以因为有你的奉献所以成就上帝这个圣工。我要邀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祈祷为着牧师祈祷，传达上帝话，互你会通更较清楚。若无方便的，你就坐咧，不要紧啦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阿罗感谢你，你稳定教业，你掌管万行有，你赏赐你的资源，互你的教会，也互阮的兄弟姊妹，会通成对一个传福音的人，会互你的教会伫这个城市来扩阔你所互教会地界，也透过无共阮的时间，要将这福利福音传互人。因为这福利，互人认捌的福音，愿主你所透过阮伫遮的敬拜，阿罗你的宝座就设立。愿主说，天父，阮的上帝，你互阮伫这个混乱的世代，伫这个惊吓疫情的世代，阮感谢你，因为你搁互阮会通来到圣殿伫遮来组织来礼拜，这是你的恩典愿主你来施恩赐福。互阮伫礼拜中间会通看见你的权能甲荣光，互阮会通透过你的话得到心灵的透放甲自由，重新搁再因为主你的权能、荣光甲快乐，互阮会通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愿主你来祝福，阮也要做伙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甲我着阿罗耶和华最大，三角尊伊的名最悬。哈利路亚。阿门。我心要阿罗耶和华，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阿罗感谢，伊大救恩要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赏赐我各项教业，我心要阿罗耶和华。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愿意军队，我做上帝，哈利路亚，我做上帝。我心要阿罗耶和华，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阿罗感谢，伊大救恩要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赏赐予我
行到夜，我心要学落耶和华。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的军队，我做上帝，哈利路亚，我做上帝。我心要学落耶和华，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学落感谢，伊大救恩要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赏赐予我达行到夜，我心要学落耶和华。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的军队，我做上帝，哈利路亚，我做上帝。我要大声唱歌，学落感谢，伊大救恩要临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赏赐予我达行到夜，我心要学落耶和华。伊陪我跳舞，搁唱歌，我的军队，我做上帝，哈利路亚，我做上帝，哈利路亚！掌声学落咱上帝。请坐。第4篇27篇第10日记载，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惊治罪。咱这时要用信心的歌声来仰望耶和华。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听候我的上帝。我要仰望耶和华，我的主要应允我，我的对敌我，唔通向我看靠，我有我都要高起来。我看靠，我伫黑暗中，伊做我的光，伊要带我到光明中，我要看见伊的公义，伊要带我到光明。我要看见伊的
我要看见伊的公义，伊要带我到光明中，我要看见伊的公义。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罪牺牲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我上帝。春天的花香味，予我感受。上帝的大恩惠，空中的飞鸟是快乐搁自在，予人看见天父的大慈爱。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罪牺牲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我上帝。春天的花香味，予我感受。上帝的大恩惠，空中的飞鸟是快乐搁自在，予人看见天父的大慈爱。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罪牺牲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我上帝。伊听世间人，伊听世间人。伊捌你甲我，为着咱的罪牺牲伊家己，伊慈悲宽容，伊听你甲我，伊是我主我上帝。天父上帝，你是听的源头。毋是阮大声听你，是你大声听阮。是伫阮感觉家己无路用，感觉家己是罪人的时，主耶稣，你听阮对天道成肉体来到世间，要来彰显就是听阮世间人的上帝。你用你家己的性命伫十字架顶流出你的宝血，互阮仰望的时，阮就有毋望；当阮毋知要往对地继续来生存的时，你讲我想属恁有永远活。愿主来祝福去，互阮透过礼拜，透过你的话，互阮更较认捌你是主爱怜悯，是信实到永远的上帝。互阮会通借着信心，亲近你的宝座，大大开喙，你的圣神大大充满。透过你的真理的话，透放阮的心，伫郁闷、伫束缚、伫劳苦忧愁的中间，互阮会通定心靠主，
徛在，互阮会当伫遮充满上帝你所互阮的喜乐平安，继续跑走伫你稳定的道路。愿你的神引带阮伫礼拜中间来看见你的荣光甲权能，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心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阮伫天灵的爸上帝，你是圣洁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阮的心思、言语、所做所行，常常得罪着你，也伤害着别人。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过，一切无合你心意的行道，一切做无够格的所在。今仔日是当受主日，是主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却为着阮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主的保护，洗清阮一切不义，互阮甲上帝和好，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由圣神赏赐阮气力，互阮每一个人，特别是参加门徒训练的基督精兵，互阮受装备，勇敢壮大，有智慧去传福音，完成主的大使命。今仔日也是总会所定。大众传播奉献主日，求主赏赐基金会的同工，伫即个网络发达的世代，互因有够格的智慧，互因心灵勇壮，祝福因
所着外的事工保守因的经费，拢有主的带领甲供应，也为着今仔日下晡阿卡伯领袖小组以及礼拜导演音控训练以及4名教育协会理监事会会当顺利，互阮所着外是合着主的心意，互阮会当动心伫主的掌权下面。阮也为着教会所设立宣教基金来祈祷，感谢主使用宣教基金会当帮助西坛教会，互因伫正确的所在。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犹原会当有气力来宣扬主的福音。求主因带也透过即个宣教基金的支持，互教会内面的青年会当因的心智献身伫主的面前，互合主心意完成传福音的功效。求主感动阮每一个兄姐，为着宣教基金来奉献，参与伫宣教事工，会当付出气力甲金钱，同心完成上帝国的大使命。阮即时用今仔日的礼拜，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陪伴阮的心，互阮耳孔会当听会清楚，心会当领受，互阮会敬拜，合着主你的旨意。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28篇，就是诗篇118篇。启用文第28篇，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会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的师傅，气杀的鸟。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这是请介成长老、免着长老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常常欢喜》。常常欢喜。
上欢喜，基督无你，各作万事来感谢，日日今时，春叹一起，欢喜甲主同行。感谢主，这是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士师记11章1节到11节，现代台语译本是466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士师记11章第1节，请咱做伙出声来读。基列人耶弗他是强猛的勇士，伊的老母是基鲁。老爸是基列，基列的某嘛甲伊生几耐囝，这个囝大汉，就甲耶弗他赶出去，讲：你袂用得分阮老爸的财产，因为你是基鲁生的。耶弗他就走闪伊的兄弟，去住伫杜别地区，有一寡匪类。我来耶弗他遐，缀伊出入。过一段时间，阿门人甲以色列人交战。阿门人甲以色列人交战的时，基列的长老去杜别地区，请耶弗他倒来。因对耶弗他讲：“请你倒来，做阮的指挥官，带阮甲阿门人交战。”耶弗他应基列的长老讲：“恁以前敢毋是讨厌我，甲我对阮老爸的家赶出来？现在恁拄着患难，是安怎来找我？”基列的长老对耶弗他讲：“就是因为安尼，阮现在倒转来找你。你若甲阮做伙去甲阿门人交战。”你就通做阮的领袖，管辖基列所有的子民。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讲：“恁若爱我倒去，甲阿门人交战，上主阁将伊交予我，我就要做恁的领袖。”基列的长老应耶弗他讲：“上主做证，阮一定照你的话做。”耶弗他甲基列的长老倒去，人民就设立伊做领袖、做指挥官。耶弗他伫比斯巴将这一切话对上主讲一遍。以上，这是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搬过倒面派的经书。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常常受到世事的人代志来影响阮的心情。做你的话讲，阮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就爱仰望上帝，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恩典，互阮会通伫这混乱的世代，影响阮的心情，或者因素，拢会通排除。因为你的话就正做阮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跟阮头前行伫你稳定的道路，开阮的心窍，互阮通明白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才会通帮助阮心灵得到透放自由。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们。因为遐这大家平安。昨看到迄个本土的数字442例。你的心毋知安怎？惊着啊吼！啊，结果若甲旧年比起来吼，较悬的数字抑阁无吼。旧年哪像较济嘛吼，哪像有到几百例安尼吼。所以检测咱对拄啊开始迄个2019年吼，
过年了，然后咱看对2020吼，开始对安怎买无喙暗吼，有无鱼虾嘛好吼，即马喙暗有够无？哦，佫会变化3D、4D 吼，佫有花样，对无？哇！逐个感觉袂记讲迄个时阵吼，咧抢无喙暗，去登记了，当时阵去排队去药局去买，迄个日子哪像？一段时间咱怎啊袂记咧啊？总是迄个疫情啦，小可佫迄个升温的时阵，咱就开始佫谨慎啊。所以兄弟姊妹，敢毋是即个事记差不多拢是安尼咧？经过一段苦难日子，排队伫迄地方面对苦难了，经过一段太平的日子了，我佫袂记啊，佫袂记讲较早的艰苦。所以顶回牧师甲咱三分享讲，有几遍的循环啊，6遍的循环哦，犯罪离开上帝，拜偶像了后咧，爱爸叫母啊，对无？求上帝了后，上帝就差派啥？事事来甲因协助帮衬，拯救因脱离这个对敌的压迫，早顶礼拜讲啥？佮早天道来，对吧？等手的牛心嘛，卖虎大肠就去用挂起啊啦。所以你也看讲，你当要修行的时阵，人甲你抢去吼；你当要落伫你落地的时阵，我破空怎走去哦？迄心肝有够硬，你知无？所以因为这外在代志的影响咱，其实过去一直到现在对2020年这全球面对疫情会引起，你知影讲伫迄个2021年的3月领迄个失业补助的人有偌济？到37000人左右啊，所以迄个失业率差不多13.3%。伫迄个月伫迄个月时阵，因为迄个失业的人数，所以社会事件都增加呢。所以伫迄个一个月内底，连续有3遍都随机都甲你刣。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看讲是毋是因为这疫情造成经济困境，然后引起人的心，伫迄个心情无好，起起伏伏。所以新闻讲这个要卖厝的啦讲伊失业看到迄个运奖就甲刣18刀其实后来的新闻有报道讲伊是为着伊一个女同事这个查甫的这个运奖婚外情所以伊为着伊的女同事伫遐出头，所以伫遐拢穿好势咧等伊拄开始是掠做讲是失业，心情无好，所以咱嘛有看真侪只新闻讲啥心情无好失业一支落来吧，啥物就安尼哪行迄个车哪甲画安尼画到尾去用了着，你就知影灾苦你知道所以伫遮因为这疫情引起是讲因为这代志，因为人甲你讲一句话，所以互你的心情足无好。所以伫迄个中间怨天怨地伫遮怨东怨西，所以开始不平，心内不平，无法度透的时阵就安怎？可能有这个无好的行为伫遐产生。真侪拢是翁仔某冤家，甲女朋友冤家了后发泄伊的情绪。兄弟姊妹，有当时咱安尼要发泄咱情绪相拍练身体无？无就生气去争拼。我真正生气去争拼莫争人啦因为争人伤害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今仔日而这世代会引起咱心肝郁卒的情绪免透，这就会影响咱兄弟姊妹。咱若对今仔日耶佛他伊的家世、伊的环境咱来看，伊绝对有理由伫遐洗圣地，然后咧伫遐用负面的情绪来面对别人对伊所讲的你像拄仔遐长老安怎？
请伊倒转去房间，伊会通有遮个赛圣地讲，恁较早安怎对我？哇，拄啊圣经有读到无？恁较早安怎对我？甲我赶罪啊！啊嘛小可反应者，啊无我咱，哎呦。所以伫遮呐，伊会通选择讲好，我赛圣地我吼，你甲我赶罪，我无法插你啦。啊是我会通伫遮来超越着遮负面的情绪无，我较稳落来，然后伫遮面对。兄姊妹，咱看讲上帝伫竞选一个人，有当时啊超过咱的想法，你知无？即款的角头老大会使讲袂？角头老大嘛，对无？因为一寡人对伊啊，即个匪类哦，圣经咱安尼看足趣味，你知无？黑帮老大即个角头哦，伊上帝嘛使用即款的人，咱就感觉奇怪，上帝你哪会用即款的人吼？啊，即个事实吼，一代不如一代啦哦。咱看煤矿意识对无？愈来愈无好吼。啊，今仔咱要对伊的人生、伊的生命伫遮来看，是毋是有反射着咱过去是毋是互人痞相、互人欺负，还是讲互人看无？啊，你的心内郁足甲针啊！啊，若想着迄件代志，啊，就困袂去，啊，就爬起来哦，食2粒啊，对无？安眠药吼，啊，困2点钟，佫醒起来吼。兄姊妹有当时啊，咱会感觉，嘿，啊是安怎？咱人生过了遐艰苦吼。啊！你过了艰苦，比耶稣较艰苦无？今仔咱看正义到底受难周，对无？啊，耶稣互阮定死的，伊佫爱讲啥物？啊，哪里你讲会落袂？你甲我多讲哦，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毋知因咧做啥。你有讲爸啊，甲瑞死好啦，对无？吼，对啊，讲往事啦，吼。你要知影安怎对我，安怎用迄个鞭拍我，安怎？但是耶稣无啦吼，所以今日正是受难周，咱做来思想耶稣安怎超越着这个负面的情绪。啊，若无咱无法度坐伫遮得到拯救，你知？耶稣若使一个圣地对无？歹啦，怎跳落来？我讲咱无法度得救。所以因为耶稣为着咱付上代价，因为上帝吼迄个超越性的拯救，竞选你我，本来互看无的。但是今仔日你嘛会通做长老、做执事，会通伫遮吼啊！上帝甲伊竞选做小组长，等遮。啊，即摆咱嘛要认捌讲，上帝咧拯救咱是有条件性的无？今仔日的亚弗看亚弗他吼，伊就是捌上帝捌无头啦，所以毋当做迄个咒诅对无？迄个下愿啊，下啥物愿？哦。伊嘛毋知影是伊查某囝啊，所以连伊咱要来看讲，愿吼毋通黑白下好，吼，爱想清楚，这位上帝啥物款上帝，你著袂黑白伫遐祈祷下愿，讲爱安怎吼，啊，咱要安怎除掉这个内在的这个咒诅，这个内在誓言的内在这哦，你若安怎，我著安怎，对无？哦，我绝对以后安怎，有无？咱若生气起来。以后我绝对无爱插伊，对不对？所以兄姊妹，咱想看过去咱有讲过啥物遮个话？咱想讲遮个负面的情绪，是毋是影响咱郁卒、忧郁，甚至躁郁哦？影响。咱先来看亚弗他，亚弗他伊的出世安怎？出身好无？老母做妓女好，当然嘛毋好。社会看轻伊，社会无接受伊，骗受伊，才会长老。你知影即个影响着伊伫伊参与着耶和华圣会遐节期，遐参与遐节期的一个仪式哦。佮有咱看伊讲，伊互遮个兄弟共爸安怎顾母，同父异母啦，共个顾母即个兄弟安怎大汉起来。啊，就甲赶出，因为你这基督生啊，甲顶回迄个阿比比勒，咱顶礼拜讲的阿比比勒小可无共款咯，伊佫较安怎？佫较互人轻视，共爸顾母的兄弟甲赶走，你无迄个资格去继承财产，
伊互亲人伫遐来赶走，扫地出门啊，赶出啊。你知影因为安尼吼，伊怎走去道别、吐蕃啊？这道别的所在，伫迄中间做啥？伊人看见伊，看伊无啊，气绝伊，然后伊就行上即个乌道的道路。其实你若去看这匪类，也是匪道吼，一定有一寡原文的解说咧讲啥吼？一无所有，空虚，无互人看做无路用。吼，伊这绘图啦吼，所以因安怎，互人看无啦。所以当病安怎啊，三疼惜啦，所以人物以类聚哦。你共款有你的即个悲惨的境遇，安尼咱斗阵做伙啊，所以伫遐呐吼，开保全公司吼来收保护费，安尼就啊因是较无白啦吼，所以伫遮就安尼去抢啊，是讲去收保护费吼。所以伫遮咱看兄弟姊妹。咱想看觅，对细汉到大，你有啥物对一个事件，你想到地，你就安怎凝心，你就困袂去啊无？有啥物事件，一直脑海中对细汉到大汉，你一直记牢的啊凝心哦啊，然后因为安尼，你若看到迄个人想起件代志，你就情绪无好势，你就感觉郁闷，你就感觉生气，你就感觉若像迄个苦闷苦毒伫你的心内啊，伫遐来显示出来。圣经其实有真侪遮吼，因若想到啊想到凝心了后咧，因就啊做无好的代志，才会行为出来哦。所以，伫个人咱对细汉到大汉中间有啥物影响力，互你困袂去，互你食袂落。兄弟姊妹，咱就想看觅，10秒钟就好。有啥物图像对你的脑海中闪过，害你安尼吼，食安眠药食几啊年，到底是啥物代志？咱做伙来读来。谨慎，正面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正面有毒草发起来，造成危害，致到真侪人受污染。这个谨慎也是讲这个毒草啦，吼，也是讲这毒根啊，毒根，就是咧讲这个苦毒。这苦毒因为环境这个代志，郁闷郁掉的，郁到尾啊，吼，怎啊破病？今仔日咱要对也有他伊的身上检测，伊会通选择，伊有理由诚做即款的人。第二，别人对伊的成见，来看别人对你有啥物款的成见啊无？社会对伊的成见，你这个歹人，你这恶道的，对无？你这专门咧欺负人、欺压人，啊，你这基路生。第二，亲族对伊的成见，你无资格伫遮来分财产。但起码我毋知你有即款的经验啊无？受到你的亲族的排斥。过去我一个舞会一个长老，因为信耶稣了，去互赶出来哦，暗时爱困牛车，哦，真虔诚、真敬虔的一位长者吼。总是因为信耶稣受到亲族、受到厝的人伫遐来赶逐。而且咱有看讲，别人有对你啥物款成见啊无？细汉有人甲我老母讲，恁红啊吼，生啊迄个下不知底吼，生啊摆摆啊，佫也无介大汉吼。如果你若听到你会安怎？我即摆有大汉无？有啦吼，要怎去面对别人对你的轻视？我的老母用祈祷，上帝啊，人咧笑阮囝遐细汉 ，APP 哦，你嘛有大汉对无？上帝甲上帝祈祷嘛有效，你知吼？我安尼105.7啦吼，未倒球啊。咱即摆咱面对着别人对你的看轻成见的时阵，可能若古早哇，你这是安怎？你这是咧做工友的囝啦，我捌讲过嘛。我老母伫迄阵伫南部的教会
管理会堂啊，管会堂，讲较好听是安怎？管会堂的啦，啊，若讲较轻视的，你这这工友的囡仔呢吼，啊，你若听到你会安怎？啊，有听啊，我就安那无要安怎？哦，有的人就安尼，无你是要安怎？也是讲你会去思想，我敢一直伫这宿命、这宿命论的中间，我就是安尼吗？我敢无出脱吗？所以别人对你的成见，是毋是会影响你、束缚你，还是你未受到这个成见？今仔日也有他若受到这个成见的影响，伊无法度互上帝来使用嘛？敢毋是？咱来看讲有较细记啦，总是伫士师记的10章第18节到第11章的第3节，你也看，可能起头伊甲伊老母大啦，后来搬去老爸遐，后来甲认着嘛，因为老母做妓女啊，毋知甲啥物人有诶。另外就是讲对细汉伊就互人排斥，过来伊检测有迄个领袖，也是讲伊安怎粗勇佮有力，所以别人也无法度伤敢欺负伊啦吼。另外私生子啊，所以伫耶和华的会中袂当参加即个节期啊。但是伊有敬畏上帝的心。如果你若甲注意看伊甲长老的对话中间，伊有先提伊讲：恁好，恁要叫我去做恁的领袖，爱达成啥物？上帝同在，对无？所以你看，伊有敬畏上帝的心哦。所以伊带某囝伫到伫安怎即个老爸过身受到这兄弟伫遐排斥赶走无法度继承即个家业另外安怎？可能这长老怨恨的，因为因囝可能较早捌去修理过所以支持因这兄弟伫遐甲赶走，这拢有可能啦伊只有安怎鼻仔摸的带伊某囝离开可能真做安怎去市场收保护费做人的保镖伫遐来抢劫外族所以伫迄中间伊做了算讲袂歹，你知无所以一寡匪徒就跟对伊。咱心诶，咱看讲一个人，因为伊诶环境遭受影响，所以互伊行伫即个恶道，或是讲伫即个匪类诶路途诶顶面这拢会影响呢。所以咱来看讲第三。咱来看讲，这苦毒、这环境造成伊内在，现在有当时嘛会安怎为迄款的迄啥自卑感，所以感觉自卑无够。虽然伊安怎真有力，但伫遮咱讲圣经11章的29节29节，耶和华神降落伫伊身上了。那对前咱所看的这经文来讲，耶和华神充满绝对有困难嘛总是伊的信心有够野无够野，为什么会当对看到？对伊后壁的下愿，你知道？对伊后壁下愿31节伊讲伊若对阿文人遐平平安安转来的时阵啥物人大声对厝的门出来迎接，啥物就显迄个人。耶和华神若甲伊三同，圣神若甲伊三同在，敢无困难嘛？伊是安怎要搁救即个下即个愿呢？救即个蛇呢？伊因为惊失败所以而且无追求上帝心意，伊对上帝无了解，无绝对伊袂去做即款的下愿。所以你知影伊伫下即个愿是甲当时的迦南宗教因为着要取得迄个利益，所以献囡仔小事咱来看这段经文来做来。也有他对上主下愿讲：你若将阿文人交伫我的手，我对阿文人遐平安倒来时，对阮兜的门出来迎接我的，无论啥人。我一定要甲伊献做烧化祭归上。啥物叫烧化祭燔祭烧化祭就讲拢甲烧了献互上帝，有了解
凡去烧祭吼，烧化祭就是无为着家己留，烧拢甲烧烧的吼，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烧死了献互这位上帝。吼，所以伫遮咱看上帝其实伊有一寡遮律例哦，咱做来读来，毋通献你的囝查某囝互摩洛。毋通亵渎你的上帝的名，我是上主。所以捌上帝无头，你知无？伊若受到这个异邦的风俗，伫遮影响。啊，即摆咱对迄个民间信仰来信主，有当时咱抑阁加减哦，受到这个民间信仰的习俗，伫遮来影响呢。所以伫遮咧讲祈祷伫下愿的时阵，有当时咱是安怎？咱有法参插伫即个世俗的遮的想法，哦，所以咱绝对要去了解讲上帝伊是啥物款的属性，然后咧，咱毋通乌白伫遮来下愿，讲上帝你若甲我安怎，我就安怎，对无？所以这甲过去若拜民间信仰哦，你若甲迄个，我就请一边戏哦，啊请迄个清凉的迄个歌舞团，对无？足济啦，哦，伫遐啊来写神啊，行。迄个行愿啦吼，但是咱来看讲，即个环境对伊来讲吼，伊无拍算啦，无拍算。伊头一个出来是伊查某囝，搁举玲珑哦，跳舞，因查某囝足欢喜的。结果啊，伊安怎？看到伊的查某囝哦，然后啦，拆里衫哦，真伟大哦！圣经这新译翻译译本讲安怎？真艰苦心啊！哪会甲我祈祷的拢无符合啊？顶礼拜咧南部休假的时阵吼，啊伫遮顶，拢阮囝开车嘛，拢过去载因几十年啊，即摆拢换因载安尼啦吼。好，有一个新庄的长老啦，伊最近中风啊，大概2个月啊，就过身咯。啊，这是一个真忠心，然后吼退休了，搁带小组，搁真热心吼，啊无拍算伫咧中间中风，我嘛感觉真毋甘啦吼。啊，伫我后生要去做兵进前的壮行礼拜迄天，我接到伊的电话啦吼。啊，伫遐为着这长老祈祷吼，啊伊嘛讲。牧师啊，我都有祈祷，啊，那上帝拢无听我的，哦，足艰苦心啊！所以伫迄个对话中间，哪讲哪哭哦，因的感情足好哦，两个若出门啊，拢牵条条吼，伫遮哦，伊讲啊，即马我的老的无伊啊，是要安怎？我要安怎过日啊？啊，上帝哪会无听我的祈祷？我嘛毋知要安怎应吼，只有为伊祈祷吼。总是我的心想吼，上帝嘛怜悯这个长老，倒2个月尔。我想讲我的老爸倒3年外吼，迄是搁较艰苦。总是我无法度来讲吼，你真正吼长老安尼吼，真正上帝听伊吼。只有种咱真毋甘吼，哪讲哪哭吼，啊牧师娘嘛哭，我嘛安尼。目屎拢伫迄个目睭箍安尼吼。遐是咪咱知影讲，有当时啊，咱的祈祷安那会无符合着咱的期待。上帝啊，你著互我平安转来，安那会出来是安尼啦。啊，互咱想着讲约伯咧，我约伯搁较慈善，敢毋是？所以安怎去面对？咱来看讲，安怎面对咱负面的情绪，会影响到咱的生活袂？咱做来看哦。头一个就是讲，咱要安怎面对这个苦毒怨恨的时阵，咱来选择赦免哦。赦免是一个解毒的上好的药方，你知哦？咱做来读来，恁若受气，毋通低到犯罪，毋通到日落腰底受气，毋通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啦。拄爱主祷文，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毋知祈祷了安怎？下面阮的歌有啊，过来，敢有？有无？若有你就会当安怎？真大方甲祈祷咧。总是若抑阁有迄个
起起，啊，搁伫遐看伫你的心内，啊，看到迄个人，想到迄个人的形影，我就心硬啦。有无？检查有呢。所以，迄个邪灵的压制形成，是因为一个事件，讲一句你无爱听的话，骗受你、轻视你，也有他若搁停留伫遮，可能伊袂做迄个领袖，袂做迄个士师。所以伫遮迄个记忆，遐个无属上帝的想法，遐个念头，影响到遮个情感。啊，你这基路生啦，你无路用啦，对无？你用看衰啦，哦，啊，你搁袂当参加伫遮节期的遮迄落。啊，这也毋是我爱啊，毋是我会当选择的，敢毋是？我咧想讲张正义牧师啊，上帝嘛使用即款的人，对无？较早人看无，啊，就搁食海洛因，搁对毋对？上帝咧改变人足奇妙的吼。总是你若一直停留伫负面的中间，无受鼓励，那安尼就行袂出来，到最后可能乌有去啊，扣角去啊，对无？所以邪灵伫遮影响，互咱想法是负面的。毁坏，所以出来无要是偷要摕要安怎？要毁坏。总是耶稣讲，我来是要互恁得到活命，并且得到安怎？更较丰富的活命。所以要解决的一个方法，咱做下读来。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善车人。伊差派我宣布受了的得到讨办。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恩年啊！伫遮咧讲，我用红字字表个讲上帝神啊，搁我充满意思，就是讲用较现代讲圣神啊，甲你三个同在，那安尼就会通帮助你哦，将即个事件，将即个记忆对你的脑中的中间伫遐来安怎？消毒好，参像咱即马电脑对无？你拍爱甲安怎？伫遐用来消毒，互你暗时困的时就袂搁记遐个无好的记忆遐无属上帝信念，就互圣神来帮助你讲下面袂记你，然后互遐健康的想法改变你，无搁再扣，无再看到伊安怎人困甲怣怣叫，你就困袂去。对无？搁爱买安眠药，搁爱开钱，食落身体搁歹。兄弟姊妹，家己边仔讲，毋是咧讲你。总之，若是你的时阵来，咱做伙来看，安怎互上帝来帮助你吼？因为即马咱安眠药是世界第一个，你知哦？用量上的下面，为什么要下面哦？拄啊，主导文嘛讲下面阮的鼓舞，亲像阮有下面鼓人。你甲倒变过来，阮有下面辜负了阮的人，天父你下面阮，所以伫遮咱做下读来，恁若下面人会过失，恁的天父嘛会下面恁；恁若无下面人，恁的天父嘛袂下面恁的。安尼咱就了大，你知无？咱互伤害，搁扣伫心内，然后咧无下面，咱搁愈害。做一个较巧的人所以耶稣互咱有一个学习咱今仔日讲受难周，所以耶稣受难，为着咱定十架，耶稣安怎讲来？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毋知因伫做啥物。后来因抽签分耶稣，耶稣讲一个关键。因毋知咧做啥物，因为去互邪灵的心邪灵伫遐来配掉的，所以因就毋捌。所以伫遮第二，通常牧师咧带遮的兄弟姊妹经历的时阵，头一个有啥物互你记条条，伤害你，因为一句话，互你害甲今仔日安尼，咱来认罪。下面伊讲主啊，我用你的疼来疼这某物人，我愿意来下面伊这操一个，因为你安尼做，上帝就下面你。第二，咱来承认讲主啊，我迄时阵有一寡无好的想法，迄若搁我拄着，我就安怎？好无？你有啥物款的想法？用人的方法，敢毋是？所以主，我承认我会毋对，我无应该有迄款的想法。
求你来赦免。所以，说爱认罪，为什么爱咱做来读来？咱若讲咱无罪，是骗家己，真理无伫咱内面啊。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所以，当你赦免人，你嘛要承认讲，有我迄时有迄气，莫有迄个根留伫你的内底。你会通安尼祈祷讲，上帝，我承认，迄个时阵有迄个无好的想法念头，遐拢毋是对上帝来吼。今仔日耶和他若安尼想好，我讲，你无要臭背哩，我讲，对无？较早甲安怎甲骗上，甲赶喙，吼，佮甲骂，讲甲足歹听，今仔日转来求我吼，知影吼，所以。爱悔改，就种主啊，我回转，我无用人的方法，伫遮来对待吼。所以耶稣安怎讲来？对迄时，耶稣开始宣扬讲，要悔改，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咯。天国君啊，大家都爱悔改，为着啥物？为罪、为义、为着所有的代志，咱会当回转，用上帝的想法。最后一个就是讲弃绝。较早吼，咱民间信仰拢有一个习惯啊，所以叫做内在誓言，内在的这个咒诅吼，好，以后因为爸母对我无好，以后无要甲你饲啊。有人会安尼袂？会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有真侪这内在的迄个咒诅，也是讲较早我都认观音妈做客母嘛，做客囝，所以迄拢是一个内在的即个咒诅啊，种立誓。然后奉耶稣的名，我来弃绝，来取消过去我所讲的这立约。今仔日也有他若知影讲做即个代志的时，伊就袂受限制，讲安尼上帝毋知安怎迄度，所以无法度就爱甲伊的查某囝小事啊，敢毋是？所以奉主的名来取消过去你甲这生命、甲这偶像，也是讲你有这内在的这咒诅，奉耶稣的名来弃绝来取消。那安尼，迄个束缚、苦毒，就会对你的心内底下透放，你知无？所以你就会困甲足好困的吼，困甲戆戆叫，我讲吼。所以伫遮拢爱弃绝来，做伙来，将做到人入捌上帝一切骄傲拢甲消灭。佮改变一切意念，互伊完全归顺基督。就种有遐毒菌、遐毒草，也种遐影响咱，甲清清的除掉。所以你会想到有遐意念、遐图像啊，主耶稣，我就这交互你。归顺耶稣，才会通将这完全来消灭。所以生命要伫遮恢复，迄个新伫遮一个创造是这四项。会通帮助你，你会通家己做，还是需要牧师带你做，拢会使。所以还是姊妹，下面来摇下来，咱顾一遍来摇下，认罪、悔改、弃绝，你会通安尼做哦。上帝，我用你的听来听这个可能过去对我无好的，我愿意下面。我承认我过去有这无好的想法、无好的念头，要对付伊。要报仇，要报复，求你来赦免。我愿意回转，用上帝你的方法。我弃绝弃杀这一切甲偶像，甲我过去所立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咒诅，取消。互我靠主重新得到更新，靠耶稣的名阿门。你会通做这款的祈祷，那你试看卖啊，你就毋免去靠这药啊。来，互你陪伴你的人生吼。所以伫遮爱选择，你若有做头前者，你就放下者的成见，包括人对耶和华的成见，包括伊后来的对阿门人。阿门人是啥物人的后代，知无？兄弟姊妹，摩押阿门，阿门。这个祖先是罗德甲伊的第二查某囝乱伦生后代啊，所以也有他个毋知讲恁这乱伦的生，
伊会当用即款的眼光来骗受因。伊除了爱放下兄弟社会对伊的成见以外，伊嘛爱放下伊对阿文人的成见，然后咧，伊派使者去甲因会谈，然后咧，伊搁安怎密室会谈。伊先做安尼呢，无伊若照伊安尼，我好啦，甲恁结啦，敢毋是？咱做下读来，既然有遮尔多的见证人，亲像云甲咱包围的，咱就排除一切的阻碍，甲一直在颠簸咱的罪，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哦，排除啦哦，也是讲放下哦，放下一切的安怎重担，放下哦，对。人对你的成见，你茫一直扣掉的哦，安尼会踢害你哦。这个人，上帝会通用伊吗？上帝要用甲伊有啥物关系？敢毋是？还是什么？上帝要使用你，甲伊讲你无法度，敢有啥物关系？是上帝较大，会较大？上帝较大，会较大？真正吗？啊，无咱也常常甲遐个人的话拢扣掉伫咱的心内，表示伫你心内遐人比上帝较大。你若今仔尊主最大，你就相信上帝的神，甲你参加同在，所以人的言语袂摇动你，讲你无适合安怎。第三，相信圣神的同在馈咱，上帝的神都拢降临伫个身上啊，互伊经过啊，对啥？对吧？遮咧讲啥？关关难过关关过。要安怎互伊面对着伊遮挑战，伊拢会通顺遂经过，是上帝神甲伊啥同在啊？敢毋是？但是伊哪会可以救抓迄个心撇掉的了？咱做下读来，毋过因的心钝啊，一直到今仔日，因读旧的约的时，因的心未晓互迄块皮大地，因为只有甲基督结连，迄块皮。正摕起来，甚至到今仔日，因逐摆读摩西的律法，迄块皮要搭伫因的心。毋过，当因归恩主的时，皮就摕起来。这位主就是圣神，有主的神的所在，就有自由啦。所以圣神甲啥同在？你若知影，你若清楚，会通帮助你、透帮你，迄个负面的情绪，无受这个负面束缚，互你对到忧郁哦，啊，搁爱伫遮担心哦。第四，最后一个就是讲咱看也有他伊真正拆二三，然后偏偏是你出来，毋是。无嘛，一只牛，一只羊仔撞出来嘛好，你走出来要带啦，兄弟姊妹，咱看约伯伊面对伊人生哦，拄开始嘛受即款的一个甲上帝画帕拉见，然后骗受伊，我莫出事上好啦。总是伫遮伊后来面对，伊将伊交伫主的手中哦，上帝互伊无共款哦。放手，互上帝来接手哦，毋是用咱的想法来成就咱的心愿哦。咱做下读来，就将你的路途交托上主，倚靠伊，伊会甲你成全，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就静静伫上主面前吞忍听候，毋通因为歹人的计谋成功来不平。上帝有伊个时，有伊个期啦，兄弟姊妹，求上帝来帮助咱哦，咱来找求认捌上帝。伊会通用一个角头老大，伊会通用一个乌道的，总是真可惜，就是伊对上帝捌无透，所以后壁伊的下愿、伊的咒詛，甲伊后来对付以法莲遮，拢毋是上帝爱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读圣经真爱了解上帝的属性，毋通用迄个画帕拉见，也是利益性的交换。因为上帝爱是互你丰丰富富，但是照起工来行，相信上帝恩典到家。咱做起伫咱用首诗歌，
咱来回应哦，咱来仰望交托。当你唱首诗歌时，你有啥物需要交托的？迄个，互你忧郁的，互你心肝负面的情绪，若看到就起起来、迎起来吼。啥物时，咱仰望交托主？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听候我的上帝。我要仰望耶和华，我的主要应允我，我会对着我，唔通我看到我有跋倒要搁起来，我会对着我。带我到光明中，我要看见的光景，我要带我到光明中，我要看见的光景。兄弟姊妹，当咧唱首诗歌时，若有遐个图像、遐个过去对无好个，用耶稣名拄去。咱对头来吼，佮唱的时阵，互你内在这个困着你的、束缚你的，主的神充满透放。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听。上帝，我要仰望耶和华，我的主要应允我，我会对着我，唔通我看到我有跋倒要搁起来。咱做伙来祈祷，兄弟姊妹，检走若讲你无路用，你无法度得到这稳定，迄是白贼。因为咱的主要互你的是丰丰富富的稳定，伊看你做宝贝，不管你的出身、你的背景安怎，伊拢愿意为着你来付上代价，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宝血。因为你会通互伊用重价来赎回。主啊，别人看阮无，看轻阮，主你看阮做宝贵，用你的名来捆绑一切伫阮心中遐个毒根、遐个苦毒，离开阮的心内。阮会通用主你的听来听遐个对敌、遐个困着阮、遐个压迫阮、遐个阮对言语行为对阮无好的，用耶稣的名来赦免，因为你先赦免阮，阮才能做安尼。
主啊，你的神伫倒位倒位都要得到自由。你是神，你是真理，真理，互阮会通得到透放。愿主来帮助阮，互阮过去苦闷的日子，握伫心内的这苦毒的根，主，你的神甲握起来，除掉，无搁再影响阮的困眠，无搁再影响阮的心情。因为你要带阮伫你的光明的中间，你要透放阮迄个过去艰苦的日子。愿主你的神甲阮三同在，阮就要得到自由，阮就要过一个新的毋忘的人生。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恁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天父上帝，这个主日是中秋的主日，主啊，你是弥赛亚，你是全地的主。我要三甲来到主的面前，谢念主你为阮做的一切，来献上感谢。主啊，你伫2000多年前为着阮来受苦难，你为着阮来受鞭拍，互阮的鞭来得到医治。你为着阮来钉伫迄十字架，互阮的罪得到赦免。主啊，我要时时来孝念主，永远来跟对主。即马，我要用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来报答主你替阮所受的苦难，求主来感纳。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免。请坐，请牧师报告。报告大声，咱欢迎毋知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礼拜兄弟也无。好，若无咱先来看咱的周报消息。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大众传播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大岛。今仔嘛是中秋主日，对今仔开始是受难周，咱尽量避免这个宴乐咱用感恩的心
来透过提供的这经文，咱做伙来灵修。外口嘛有这禁者祈祷的表啦吼，你会通伫遮为着念伊咱会看啦吼，这事项吼即礼拜拜五北一区的受难日圣餐礼拜会伫桃园教会来举行。鼓励咱兄弟会通前往来参加，是7点半吼，7点半。今日疫情有较升温啦吼，所以咱有愿配合遮的规定吼，入来吼，可能咱去熟悉一下，因为搬山这个位吼，咱的风险底下就找较无吼。咱用较旧的迄款的，比如讲我过12组吼，安尼来找就找较会着吼。咱伫4月11开始吼，有开始1楼吼2楼后壁遐拆除一寡遮个工程吼，咱33号嘛，当时遐嘛是拆甲吼开始有遮个工程的进行，所以咱伫出入的中间，特别伫周间吼，咱照迄个线路伫遐来行吼，为了咱的安全。咱5月7日要举行今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吼，啥把时间吼受洗要受洗伫4月17，就是后礼拜进前牧师行政干事来报名。咱受难周咱做伙吼，伫禁者祈祷中间，为着咱门徒列车遮领袖会当受装备。求圣神来大大充满，特别互咱无道的人有圣神的感动，来称耶稣是主，掠耶稣做你的性命的救主吼。咱会通伫遮透过安尼祈祷，安尼领受上帝恩典，佫会当为着你所需要的这事项来祈祷。咱感谢主啦吼，铭文接书啦，伊伫上帝开阔境界，要伫南科吼，这伊公司一个南科厂吼，伫即个拜四早起，牧师会落甲举行这上牛吼，这要下迄个婴吼，上梁的这感恩礼拜吼，来，铭文敲开这，咱甲祝福者吼，来对啊，这3、4亿以上吼，楼顶啦吼，楼顶吼，楼顶啦。感谢主吼，伊安尼家己创业吼，政府嘛安尼补助利息等等遮，这种是上帝恩典，咱伫祈祷中间来祝福伊，那服侍上帝那祝福吼。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要他对基列的长老讲：恁若爱我倒去甲阿文人交战，上主阁将因交互我。我就要做恁的领袖。士师记载章第9章1遍，也有他对迄个长老讲：恁若爱我倒去甲阿文人交战，上主阁将因交互我。我就要做恁的领袖。士师记载章第9章。咱做伙来吟圣诗401首，愿全能主上帝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全能主上帝，不受死也无体，使平安完全平安，坚心勇敢度万难，也永主的名，永受恩典延无尽，愿全能主上帝，不受死延无体。三角来祈祷，领受上帝所。愿顶大家伫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互恁心内的情绪会通得到恩典，
上帝来除去这负面的思想，特别上帝继续用你主爱来成做盾牌，四面来固守阮，互阮无受到这疫情的影响，心失去平安。主圣神坚固阮的信心，也领受你圣神的充满，互阮通对付阮心内苦毒。会通得到自由，得到透放，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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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